我喺我拍1蚊雞嘅時候，又係電影嘅低潮，咁我就喺個低潮裏面都做咗個紀錄，就最低嗰個啦。咁但係其實個低潮本身都好低㗎啦，即係所以又唔係好痛你啲，因為成個都係嗰陣時都好低。咁啊，往往一輪到而家又係進入一個嚴冬，咁咪又係要艱難，但係都係要行。那在低中之低的時候，怎麼樣去度過呢？即係首先你要接受咗現實，當時發生咗都唔知個背後含義，背後含義就係20年唔會有人揾你拍戲嘅，就係咁咯。因為你票房毒藥，2、3年之後你就話原來食咗呢劑藥咧就會廢咗，1年廢一隻咁樣咯。喺當年咁，但係而家大家都好醒目㗎啦，大家你都睇到未來咁你點樣轉變呢？其實我係好樂於轉變。我當年其實我係俾棟篤笑耽誤咗我啫嘛。如果唔係，我可能會成為全香港最大嘅賣樓嘅經紀。我可能已經轉咗行。人生就係咁，咪你逼到我最盡，我要願意轉行，或者我會成為全香港最大嘅樓面。但係我當時都係諗，但係如果我轉行做經紀，我都要做個好勁嘅經紀咁樣。既然我唔追求藝術，我就追求金錢，我就總要極致咁樣咯。當時係咁諗嚇，咁但係點知俾棟篤笑搞禍咗我。地產界就失去了一個明星。像現在啊，現在已經不是票房毒藥，是票房靈藥了。那個感覺有什麼不一樣？即係而家等於我都要面對嘅，其實喺以前嘅我有咁嘅成績。我都拍住鄭裕玲做鄭九祖啦，而家我有呢套戲拍完都唔知有冇下一套戲㗎，我都係面對呢個咁嘅環境，咁咪又係咁。當然我而家唔同嘅就係我已經嚟到呢個階段，我都原本諗住退休添㗎啦，我都唔會講真，我都唔會，我都仲會諗下有咩可以創作咧，有咩好玩嘅嘢咧。作為一個在票房上被期望很多嘅人，是不是也會給你帶來壓力？好坦白講，而家咧。你已經知道咧，下行係必然，你點可以每一次都創新嘅紀錄啫？個火箭嘅引擎都有限㗎，咁但係一步一步嚟咯。但係最緊要對我嚟講，我每一步我都係希望起碼行得啱嘅，票房係冇辦法保證嘅，但係行得啱嘅意思，我覺得嗰套戲係一部好戲嚟嘅，好睇嘅，觀眾會鍾意嘅。咁原來我選錯咗喎，或者自己做唔到，咁冇得怨人。你對於選錯選對這個事情是沒有太多壓力的嗎？冇啊，人生都係搏㗎咋，都係要搏，冇一定嘅保證嘅。咁但係盡量同自己，我唔急，見到好嘅嘢先至做咁樣樣。